嘿，豆腐皮，你下班敢是甲阿美有约？哪会穿甲那要去办案型咧？做一个动物警察，随时拢爱保持警戒的状态，连约会嘛同款。何况我跟阿美也研究发明的，学着喷水，只要喷一个，就会吃出人爱的胖胖啊水手。哪有？希望阿美也嘛咧收就好。有够点钟，正当是无代志。什么？这是倒位？我坐过头啊！哎呦喂，还紧落车，刚才你要内户啊！这位小姐，麻烦你等一下。我是河滨派出所的豆腐皮警官，你会使解释一下无？这班公车会是什么代志？我唔知，含我无对待，我唔是犯人，我只是一个普通的职业妇女，我啥物拢唔知影，莫甲我。小姐，你先冷静一下，我无要甲你抓啦。我全部拢讲出来。我敢若会记得，我拄好在饲囡仔食鸡的时阵，电话接了，我迄当阵收忝嘛，就互两啊等45分钟。敢袂伤久？后来是便利商店的头家要调我去值班，临时临要，我是要去倒位找姨母咧。不过古早阮阿嬷有交代，做职业妇女要随时保持乐观。这甲公车有啥物关系啊？我只好爱囡仔，做伙坐公车出门。你知影这帮307公车人钱甲地址佫足歹等呢，加菜足好运，等5分钟车就来啊！而且一个上车佫有位通坐，我就感觉今仔日真正是我的好日子啊！小姐，你敢会使讲重点就好。一个坐落来，我就困去啊！算了咧，公车内底发生什么代志？我困去啊，哪会知影发生什么代志？不要紧，我只好调行车记录器出来看就知。足够多诶！暴风屋，耳仔是长长的讲，身躯顶拢臭味，佫叫做臭乌。鸟仔嘛会喷注意内底物件，甲我近鸟仔想的天敌关好闪，伊喷甲比鸟母较准啊。乖囝，原来是你哦！你已经会晓保护家己，真正有够硬。阮囝嘛会晓喷臭汁啊，安尼我哪有法度带伊去上班呢？伊毋就会甲店里的人去喷。是啊啦，头家可能会叫我倒去食家己。有看卖我是，你规身躯无够这是啥物味啦？这是为着有困难的民众临时做的服务啦。这个毋是暴风屋的囡仔。册顶官有讲，出现2礼拜的暴风屋婴仔，连家己的亲生爸母都假定，爸母有影歹做呢。臭物件喷臭汁是暴风屋的平安符，甲卫生鱼油含消化一半的鱼仔黏黏做伙，吐吐喷出来。伊味讲外臭就外臭，听讲连放伫博物馆超过100档的卵壳，都闻着臭味。不过拄着天气无好，欠食物的时，臭味油除了会当做补气，阁通当做救命良草哦。调查完成，落拍。